好，来继续来看云林大溪乡公所家己找经费来买自体火灾的警报器，免费送给乡民。啊，这个大溪乡嘛将做第3个全部拢来安着警报器的乡镇。看讲哦，到底是乱叫，还是讲厝的倒位有烟清起来，爱紧注意。 乡队员去民众厝内斗好警报器了后，并且说明讲警报器若弹要安怎处理。为着要降低火烧厝时发生危险的代志，大溪乡公所家己倾经费，特别买2500粒警报器。安装了后，会当互乡民性命财产拢总有保障。 另外，考虑到经济较弱势家庭伫使用设备甲器材拢有较欠的情形下，大溪乡公所伫去年就先买588个警报器，互因来斗。 为民国108年以来，县内已经有30件因为警报器提早警示成功阻挡火烧厝意外发生的案例。火灾发生有浓烟的时候，它会发出警报声。那发出警报声可以让我们民众及早因应及早侦知、及早因应、及早避难逃生目前县内警报器差不多安装7成。 大溪乡公所呼吁乡亲，只要是无领过火灾警报器的，并且符合免费相关资格的人，拢会使到大溪消防分队领一粒警报器。